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什么叫无心插柳柳成荫？可能我这个月所完成的事情啊，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复制。我之前不是去蓝月阁买房的时候，顺手拍了个视频吗？几百万播放量。虽然那个视频2、3天就被下架了，但是蓝月阁这个楼盘一下子升到了苏州卖房人气榜第1位。但是我本身不是开发商，我也不是售楼处，所以我也没有关注这些事情。但是就在今天早上，我接到了售楼处的电话，真的毫不夸张。差点就跪下来磕头了，他们真的是非常开心，欣喜若狂。为什么？我买的那个是8号楼嘛，去年年底开盘的，差不多300户不到吧，半年的时间就卖了几十户。结果就我发了这个视频，在短短的6月份，6月还没到6月底呢，10几天卖了50多套。也就是说，最近这些天的销量顶之前半年可能还要多。好几个中介、某幼某壳开发商都邀请我说去干他们那一行，不要唱平台了，去卖房子吧。他们说真的是全部都是我的粉丝，轰过去成交了50多套。很多中介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他说他们有时候半年才成交一套，就是平时拿底薪的嘛，就靠卖房子拿佣金。他说你这一下子卖了几十套，你赶紧来做我们这一行吧。可惜的是，我告诉大家实话实说，我是1分都没赚到，因为我没有做他们那一行嘛，没有挂靠什么房地产经纪人啊、房产中介之类的。毫不夸张的说，我如果几个月前去从事了这一下子卖掉了几十套，那我肯定发财了，发大财了。所以我跟他们说，这不是说我有多厉害，我是一点都不厉害，我也不是房地产的专业人士，小白中的小白。我说这一切都要感谢互联网，感谢自媒体，拉近了大家之间的距离。他们跟我说，那些正儿八经从事这个行业的去拍条视频，大家来买房子，真的没人买。我也是随手一拍，可能我现在再去拍这种视频啊，反倒1套都卖不出去了。所以真的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时机缺一不可。这个楼盘嘛，苏州人也都清楚的，14年拿地到现在也10年了，之前捂着说实话都卖不出去了，这一下子10几天的时间50多套，一下子现在狮山销量第1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都有数据的。经理和我说，销量已经是新区第1了，所以我要去跟售楼处开发商谈谈条件了，能不能送我个车位啊？能不能免我10年的物业费？不然我不是白做了这个事情吗？虽然是无心之举啊，举手之劳，但你们也得感谢我，是不是？嗨个朋友们，这张视频就带给大家，等到这位。